不過話時話喎，我哋信託藏寶圖咧書展咧7月到而家咧，短短3個月銷量已經超過咧1000本啦。Yes。係啊，嗱，其實咧信託藏寶圖入邊咧，除咗會講咧一啲譬如信託嘅架構啦，我自己最喜歡嗰部分咧就係啲經典嘅案例，包括咧唔同嘅家族啊點樣用信託方式咧做資產配置。如果大家咧有留意嘅話咧，無論係信託個架構啊，特別是案例嗰部分咧，我係最中意嘅。不過 Albert 啊，其實書本入邊咧，其實我哋都寫得好清楚嘅。但係你知道咧，其實而家都市人咧生活繁忙啊嘛，未必咁多時間可以睇到書。所以如果我哋有辦法可以將我哋書本入邊嘅知識，然後再加埋我哋3個嘅實際經驗，用一個濃縮嘅辦法去話到俾更加多人聽咧，我覺得係更加好嘅。Raymond，你話係咪咧？當然啦，其實話時話，我相信大家都知道喺大學嘅教育體制裏邊，唔會教法律，亦都唔會教稅務，更加唔會教理財規劃㗎嘛。喂，其實真係值得我哋教一個課程，叫做財稅法財富3重奏。大家認為點咧？非常之好啊！因為呢一個名啊，已經可以講到最重要嗰3樣嘢，財稅法啊嘛，財策、稅務、法律。而且呢3樣嘢咧，亦都係同我哋信託藏寶圖入邊嘅理念咧係息息相關嘅。正如好多咧信託課程一樣咧，大部分嘅同學仔咧都想知道咧點樣咧設立家族辦公室，甚至乎咧透過唔同嘅信託嘅專業知識咧，去幫到自己身邊咧嘅客戶朋友㗎。如果有興趣嘅朋友咧，我哋課程入邊咧再同大家分享專業資訊。